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紅水水，又有阿 Ben 啊。咁啊，用數據去睇翻啲馬嘅品類嘅。咁樣回顧翻上個賽馬日星期日啦，咁就係得隻遙遙日上 Win 啦。咁啊，另外嗰兩隻就全部跑 pace，所以盈利咧都係得10蚊啫，幫大家賺10蚊。唔好意思先。咁啊，隻遙遙日上即係好明顯超班啦，所以贏到基本嘅。同埋大利內欄喘上嘅馬。咁樣節目開之前呢，咁希望大家如果中意個頻道呢，除咗 subscribe、俾 like、俾 comment 之外呢 share，咁左下角有個 QR code 嘅，咁麻煩大家可以掃一掃，以示對呢個頻道嘅支持。而我都可能會改少少個策略，譬如個過關推介呢，其實我啲過關呢，喺每條心水度呢。其實可以俾各位聽眾自行去分配嘅，唔使一定跟我。所以我都諗住將我自己過關策略呢，係喺每逢當日賽馬日跑完之後嘅第5場或者第6場先公佈咯。又或者依條片 view 數夠100啦，咁我就會公佈翻我條過關心水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聽日嘅賽馬分析啦。咁第2場就係跑馬地私家3欄第5班1000米嘅賽事。咁樣呢個步速應該偏快嘅。咁我希望零零標區同埋節節有福可以跟前啲啦，然後就可以喺後邊過翻呢個啲放頭馬。咁我自己個人心水呢，其實係有3隻嘅，就分別1、2、3號零利標區、節節有福同埋神州灣月。咁我較睇好就節節有福，點解咁講呢？就可以睇翻10月13號嘅節節有福嗰課試閘。咁你見到外欄藍色賽馬坐依個就節節有福啦。咁你見到佢基本上呢，同啲高分馬65分有備而戰中間嗰隻粉紅色衫呢，大力推嘅，雖然都個勢都要用力好多，但係都起碼過到隻65分馬。其實我覺得節節有福係有分在手嘅，所以我個人心水推介呢，就淨係純粹隻2號節節有福順田泰安揀嘅馬啦。咁樣隻零利標區又唔可以睇少嘅，雖然周俊樂騎，但係都可能會有 pace，所以我個人都可以話買呢場就係 Q 人 QP 啦。咁第3場睇步速啦，呢個係4班私家3欄1000米賽事。咁樣早段呢，咁呢場應該步速都應該有一定步速嘅。咁我純粹得一隻心水咧，就係純粹隻飛輪霸嘅。咁其實光輝所願我都中意嘅，不過如果光輝所願喺度呢，咁之後邊偉達嗰隻長勝力區同埋大學生都要加倍留意嘅。咁跟住到第4場4班160米，咁呢場步速呢，就應該會偏慢嘅。咁我自己個人最中意呢，就係隻雙影紅。點解咁講呢？咁我哋睇翻課試閘先，10月24號嘅。咁你見到呢依課試閘呢，雙影紅係放頭喺前邊，中間側邊係馬寶寶啦。雖然佢唔算特別最靚嗰個，但係你見到佢慢慢拱下拱下咁樣，其實會比隻馬寶寶呢輕鬆啲嘅。跟住之後呢，就俾內欄隻馬獨自升級啊，同埋勇者為王一擁而過。但其實雙影紅喺布文旗下呢，其實已經拎過第2嘅。咁我覺得佢今次唔用翻試閘騎師黃志雲，用布文有心出擊嘅。如果到時係利放頭呢，其實雙影紅就一定 win 嘅。咁樣個人心水呢，就會單買隻4號嘅雙影紅 win 啦。然後因為步速應該雖然慢，但係個爭金奪冠都係一啲準勝馬。如果有咩差池呢，其實都會買爭金奪冠嘅。所以呢場我都會買 Q 同 QP 咯，4號同2號。咁跟住第5場就係4班1200米賽事。咁步速都係會偏慢嘅。咁呢場馬入邊呢，其實睇個樣呢，杜月橋係贏硬嘅。不過我自己又想搏冷，就搏隻赤壁。佢上次係3班，而家落班配霍雲星。咁伍鵬戰同霍雲星其實有交收嘅。
咁我哋睇翻課市集10月9號嘅，後邊係嘉應奇兵啦，前面係赤壁啦。其實你見到一放到底，只不過上次跑泥地唔知點解冇影啦。咁今次落班可以叫做強配貨運星，希望佢發揮得好啲。咁啊，應該屬於攬 Win 嘅。咁我就會搏隻3號單 Win 啦。咁樣腳就係渡月橋啦。咁樣可以買 Q，就咁買單 Q 都得嘅呢場，我覺得。咁啊，到第6場4班1650米賽事。咁呢場呢，大家應該睇到隻7號嘅康昌之星，因為都好勁。但我就會搏放頭隻龍之邦。龍之邦其實喺3班嘅時候已經有留意啦，但係唔知點解成日都係冇乜走勢。咁樣呢，點解揀呢隻呢？我就希望搏佢放頭一放到底，配下弱智雲，希望就好似關鍵所在咁樣爆隻藍邊啦。咁點解會揀佢呢？大家可以睇課市集先。咁我課市集呢，就係10月10號嘅。咁你見到其實呢課都係啲強組嚟嘅。你見到後邊有隻天賜氣啦，仲有太太精神啦、晨曦麗人。其實好似喺上個賽馬日，呢啲全部分別跑 pace 嘅，所以呢個係強組賽事嘅。咁你見到呢粉紅色衫嘅龍之邦呢，其實好輕鬆推騎，同嗰隻黃色衫嘅晨曦麗人拍跳，基本上好輕鬆嘅。所以我都唔明點解佢喺3班冇 win 到，同埋你見佢餘勢都好勁，即係其實呢個1200米市集嚟嘅，但係其實佢已經跑到1650米。都仲有氣，所以我覺得佢係得嘅。咁啊，第二隻馬呢，就係睇10月27號嘅沙張之星、沙張奇星。咁其實呢個貨又係強組嚟嘅，外邊嗰隻65分馬嘅天福呢，其實有2次都係沙田跑入 pace 嘅。咁你見到喺內欄入邊喘上嗰個喘勁呢，輕輕鬆鬆已經過晒入邊嗰隻61分駿馬之曲啊，追緊60分嘅輕功馬男。所以我記得沙張奇星都係值得留意嘅。所以呢場馬嘅心水推介呢，我會搏隻1號嘅龍之邦攬邊搏佢放頭，其次就會買重披沙張奇星班德禮嘅，咁啊搏五彭志。咁其實如果頭先第5場呢，五彭志貨運星 win 咗呢，有機會五彭志孖寶嘅。咁啊康昌之星都唔可以忽視啦。所以我自己個人推介呢，你又可以147買隻戶村 QP 為之 Q 嘅。咁啊，到下一場第7場就係4班1200米賽事。咁我個人嘅心就只有一隻，就係雷神太保布文琪嘅。咁我哋睇翻佢課市集先啦，10月27號。咁依課市集呢，咁啊基本上你見到雷神太保好似上次有派頭咁，都係布文琪嘅，輕輕鬆鬆鄧智峰。你見到佢基本上冇馬輕鬆得過佢，但大家都雖然都係啲 cheap 馬啦，但元好運都係勁嘢嚟嘅。所以我覺得狀態喺度嘅，播咗幾次嘅其實雷神太保，所以呢場我就純粹推介隻雷神太保單邊。咁啊，最後一場心水呢，就係第9場3班1650米賽事。咁啊，步速會 keep 大概率會偏快啦。咁我自己個人中意呢，其實中意隻8號嘅大學生，同埋12號嘅樂勝天下。咁點解咁講呢？咁我哋睇翻課市集。咁樣睇翻課10月10號大學生課市集啦，咁前邊就係大學生啦，其實後邊74分我做到呢，上次又係霍雲星爆冷 win 咗啦，所以我都假設呢組係強組賽事啦。咁你見到大學生其實又好輕鬆，輕鬆過我做到，所以其實如果我做到 win 得嘅，點解隻大學生 win 唔到呢？所以我自己都幾睇得高隻大學生。你見到輕鬆已經係放頭已經成功咗，後邊即係我做到啊，係咁推先追到隻大學生，所以我會睇高大學生一線先啦。咁啊，第二隻呢，就樂勝天下10月27號嘅市集，咁啊63分樂勝天下同中盛名區鬥啦，咁佢都會輕鬆嘅，不過始終佢其他馬呢，就冇乜實際嘅賽績，所以我唔敢睇佢太高。但係你見到佢全程輕鬆嘅，如果今日佢乜都冇呢，下次轉跑泥地呢，就要小心隻樂勝天下啦。咁啊，呢場呢，我個人心水推介呢，就會係8號嘅金城江會開齋 win 啦，單 win。咁啊，配嘅就係12號嘅樂勝天下，杜遠欣可以買重披。咁啊，都可以諗下買 Q 同 QP 嘅。咁我分享係咁多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我，掃下左下角嘅 QR code，俾多啲支持。
等我可以繼續營運呢個頻道啦。咁啊，祝各位啊贏多啲啦！我哋下個賽馬日見啦，拜拜。